疫情过后，解封了后，咱台湾即马嘛要拼观光，嘛要拼国际观光客的旅客量。因为有立委即马就积极讲，就算今年来咱台湾的观光客有达到600万人次，达到政府讲的目标。因过即马敢若恢复到疫情进前的一半尔。观光业者较关心的是，中国的旅游团观光客当时会当来台湾。交通部表示，因为中国无要开放，所以今年确定是未来啊。真正实在路油店正甲金门市伫永康街开业20多年的这间咸酥鸡肉店，经过陆客开放来台，陆客进团，率过拄到疫情，好在在本地客是稳定的客源之一。好老店挡过疫情，搁等到观光客陆续回流，头家观察陆客的消费力也是上好的。他们都会尝试比较多一点，我们一些台湾当地的一些像那个咸酥鸡啊，跟那个很多种商品。如果说陆客或者说跟日本客或者韩国客来比，陆客可能消费力会更强一点。听到陆客团今年确定未来，店主希望暗过嘛料想会到，今日会当伫社群网站举办行销活动，希望吸引各国观光客回流。旅游业者分析，陆客伫疫情前是咱国入境最大客源国。虽然政府最近拓展新南向市场，不过无论入境人数还是消费金额，拢无法度甲陆客相比拼。大陆旅行团的旅客没有办法就是来台湾观光旅游，当然对于台湾的观光的外汇收入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，它的产值也都将近有到了3000亿的台币。有民代质疑台湾今年甲入境观光客目标定伫600万人，就算达标，嘛敢若到疫情前的49%。对比日本，伫今年8月入境的观光客已经达到疫情前的86%。讲来台湾佚佗转机无方便，景点其实无够，这拢是台湾输互国际忝忝的原因。我们国外的据点还不够，那么我们希望能够紧速来这个恢复，或者是用更多的这个外站来做引客。观光署回应会加强海外行销，明年希望会当到疫情前的水准，达到1200万的观光客来台湾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